科大訊飛響1999年由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嘅師生成立，2008年響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編號002230。訊飛2025年6月嘅市值超過1000多億元人民幣。2017年11月23日，國家15個部委合力確立首批4家國家創新平台，聚焦我國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佢哋就係百度、阿里、騰訊同埋科大訊飛，合稱 BATI。科大訊飛係國家普通話水準測試服務商，由2007年開始，為電腦輔助嘅普通話水準測試，響安徽、上海等地設立試點。2015年起採用一人一機評方式進行測試，為國家減低測試成本同埋提供公平嘅評審。到目前為止，累計測試人數已經超過1億3000萬人次，係國家唯一實現機器測試普通話嘅機構。而香港 PSC 普通話水平測試嘅服務提供者都係科大訊飛。科大訊飛嘅語音合成有幾勁？我哋係國際語音合成大賽 British Challenge 嘅14連冠，所以響2019年獲得冠軍後就宣布唔再參賽，而係聚焦響探索語音合成技術嘅應用。科大訊飛自家開發嘅星火大模型係業界唯一基於全國產算力訓練嘅深度推理大模型，嚴格根據教育部白名單書庫，摒除不良信息，確保倫理安全，最適合作為教育用途。由2004年開始，科大訊飛已經重點深耕教育，至今全國已經有超過5萬家學校深度使用科大訊飛嘅產品。響2025年6月，累計服務咗超過1億3000萬師生。多種嘅教育方案包括星火教師助手、智慧窗智能黑板、星火批閱機、大數據精準教育、智慧體育課、人工智能創新教育、暢講普通話，同埋各類 AI 應用程式。提高學校行政效率，減輕教師備課同埋改功課嘅負擔，揾出學生嘅學習問題，實現因材施教，迅速提升教育學質素。科大訊飛嘅翻譯技術已經涵蓋80幾個語種，公司語音識別技術響全國人大會議使用嘅時候，精準率達到96%以上，已經連續7年負責全國兩會嘅會議記錄工作。訊飛同香港立法會合作開發名為知識聽嘅智慧謄錄系統，特別應對香港粵英夾雜嘅獨特語言環境，現時準確率已經提升到超過96%，幫助秘書處慳翻大約80%處理會議記錄嘅成本。依家科大訊飛國際總部已經落戶香港數碼港，並響2025年6月24日舉行開幕典禮，開始服務香港及國際客戶。另外，訊飛醫療響2024年12月30日成功響香港上市，股票編號2506，響2025年6月份嘅市值約為130億港元。訊飛智醫助理響總分600，而合格分數線響360分嘅國家醫學考試攞到456分，高過96.3%嘅人類考生。目前訊飛醫療規模化應用於全國692個縣區。截至2025年6月23日，已經做咗超過10億次嘅輔助診斷，協助修正咗175萬次診斷同埋1億次唔合理嘅處方。呢個技術唔單止可以減低誤診，保障病人，長遠仲幫助降低整體醫療成本，對人口老化嘅社會有好大嘅幫助。